量子电脑因为有超级电脑的运算能力，所以即马世界各国拢咧投入研发。咱的中研院即马是家己成功制造全系统的量子电脑，后手会阁甲各界做伙来合作，继续提高效能。利用透波热能机将环境的热调动因素降低，才会当操作晶片。中研院甲国科会资助的量子电脑计划有重要突破，自制出5位元超导全系统量子电脑。一个是在晶片的制作，可以让我们实际上去操作这些位元。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对整个控制系统、整个环境的了解。国家的超级电脑没有办法跟我们的量子电脑及时的衔接，它可以模拟大位元的一些的运作，因此有助于演算法的开发。因为量子电脑具备比超级电脑更较强大的运算潜力，所以全球拢投入研发。国内团队会当自制超导量子晶片实际操作也好台湾，家己世界少数会当自制超导量子电脑的领先行列中，未来有机会利用伊的强大算力来提升机器学习，应用伫生意、金融、交通，还是天气观测等领域。5年80亿，台湾事实上从来不是用预算比人家多在赢人家的哈。我们半导体产业的经验、跟人才、跟技术也是都会进来。借由量子通讯加密，可以强化资安传播的安全性，强大的运算能力，也将对 AI、金融、生意等领域。那么未来，中研院将以南部院区作为我们国家级量子科研的基地。也不过，量子电脑科技虽然继续进步，也不过目前离一般民生使用也有距离。中研院指出，5位元超导量子电脑会先提供给计划甲作者使用，后手会继续研究安怎解决晶片制定问题，提升效能。而且国家产学研界开发多位元高性能的量子电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